陈寿亭停了机，赵东初厂里也停了一台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收到赵东初的电报，还是劝我们不要往山东发货。有些事情我拿不准主意了，我想问问你。山东这样做是对的，没有必要跟他们硬干。啊，这几天我在想啊，山东出了一个焊尖厂、模范染厂，这恐怕只是一个苗头。日本人会不会也跑到我们上海来这样干呢？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试验搞成功。以后我们要有意识地减少和日本人的商业往来，要尽快地结束跟他们的交易。爸爸讲得对，是不能让日本人的这种试验成功。赵东初电报里还讲，说我们寿亭还有他3家人家合起来，把这个汉奸染厂灭掉。哦，有什么计划吗？哦，目前还没有。东初说爸爸是老前辈，这方面有经验，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？哎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不过也不妨再动动脑筋，啊！哎，阿荣啊，我看陈寿亭这个人真是不错，很仗义呀。昨天通庆纺织厂的刘老板来找我下棋，他还问我用什么办法拉住了红剧场。我们的布价高，他还要我们的布。哎，不过生意还是生意啊，人情只是一个方面。对，你要尽快的参照一下同行业的布价，把山东那2个厂的布价压一点下来，不要等到人家开口，那就不好嘞。啊，哎，爸爸，应当讲哦，这个山东跳出来这么一个汉奸厂子捣乱，陈寿亭就不应该再进批布。但是呢，尽管他机器已经停掉了，他电报里又来了订单，叫我们再发货过去，这个是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我就猜不出了。阿荣啊，我现在是老了，要是跟你一样的年纪啊，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陈寿亭请到上海来。陈寿亭这个人是蛮有意思的，有的时候见不到啊，还是有点想他的。哎，有3件事让我意外啊。那天苗先生请客，寿亭一进门见了我，跪下来就磕头，说是他错了，得罪了老前辈。这件事明明是我们有错在先嘛，而且你也知道，他也是山东有名的商人，是有身份的人呐。再就是啊，我们一说不能要他那10万块钱的本票，他拿过火来就要收，逼得我们只能先收下，再请苗先生转回去啊。再有一个，他虽然不认字，但是我看他说出来的话，句句都能说到你的心里去。哎，有的时候啊，他还间接的告诉你一个办法，让你听了心里不能不感动啊。哎呀，阿荣啊，以后他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，那你可一定要帮。啊，对的，对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写封信给寿亭啊？你让他有空的话到上海来一次，就说是，我还想跟他下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飞虎啊，你掌柜的呢？在家睡觉。什么？不让给他家里打电话？啊，好。什么事儿，大哥？你说这个小六子啊，我想找他商量商量，他却在家睡觉。你说咱的机器就这么停着？他说了让咱等等，咱就等等呗。他能等，咱能等吗？啊！我这就想上天津找令老五。这个字文海真不是东西，他快成汉奸了。你以为他是什么？这小子现在就是个汉奸。哎，老三。把所有的染槽全部打开，染布下乡，咱先到土财主那里争口饭吃。大哥，你真让六哥说对了。那天他见着我就说：“老三呐，你们家快看染槽子了。”大哥，六哥他准有办法，你就放心吧。一个小小的模范染厂有什么？千万别着急啊！我能不急吗？啊，这有什么计策？大家一块坐下来商量商量，
可他在家睡觉，不行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哎，大哥，坐下，听我说，昨天晚上刚刚见了面，这才一夜，他又不是神人，就他那个脾气，想出主意，一大早还不过来了。他买开铺就没给咱说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就在开铺和林强荣打得最热闹的时候，他跑到咱厂里，开口就说要不要他那印花机，这才让我上了他的当。你想起来了吗？这就是你六哥。大哥，你还想着这事儿呢？他那是怕咱和他争，可咱当初也没打算要开铺啊。行了，见了六哥别提这个事儿了。你想想看，咱们哥俩那么讨好林祥荣，我和这小子还是大学同学呢，可他第一回给咱的报价和上海其他工厂一样，根本就不低。还不是六哥见了林伯清那头就拜，一件布就下来了7、8块钱，卖给咱们又降下2块来，这里外里就是小10块钱啊。大哥，咱现在和六哥在一条船上，他的主意多，他的买卖好，咱都跟着沾光。你要见了他一提当初开铺的事儿，把他戳穿了，反而不好。你觉得呢？哎呀，咱现在要是有开铺在后面垫着，咱也撑住气，也在家睡觉。8月15之前，我去苗哥家送礼，苗哥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那天他们3个在铁公祠下棋，林伯清托苗哥想把你六哥请到上海，什么红具啊、开铺啊，人家都不要，就要他这个人。所有林氏企业加在一起，给他2成的份子。你说说，啊，这是多大的数？那六哥怎么说的？他不愿去，说自己老了。可这个话不能直接回人家林老爷子。对呀。你猜猜，你六哥怎么说？六哥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林老爷子，我这都到了残局了，我要是早遇见你这么个明白人，我这棋局也不至于这样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他说的。哎呀，这当初啊，都怨咱爹呀，嫌人小六子要的份子高。你说他要是在咱厂里，咱哥仨领起劲来，还不生生杀进大上海啊？”是。好了，大哥，别再提这个事儿了。现在也挺好的，整天见面，也是挺好的朋友，还是亲戚呢。这一切都是缘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贾小姐，您去东北了，所以您不知道，这退货啊从昨天就开始了。青岛来了一个模范牌的印花布，才1毛2一尺，是原来咱厂那个孙掌柜的从济南运来的。咱的客商啊都跑他那儿去了，听说他那个贸易行门都快被挤破了。走，咱们回去，去东亚商社。哎，好嘞。模范布你都运到青岛来了，大华怎么办？元亨怎么办？爸，咱们在青岛干得好好的，你非要到济南去开什么染厂，拓展什么帝国事业？这下好了吧？没打垮陈六子，倒打起自己来了。你说怎么办吧？不该这么多吧？前天我刚回来，一共印了5000件。我打个电报问一问，你知道是谁运来的吗？孙明祖，这是陈六子干的。这是有可能的。怪不得陈寿亭当着我面停机呢，他是故意示弱，变着法儿的对付我呀。哼，我饶不了他。那你能把他怎么样？我拉着他一块儿干。如果他要是不干，我就把大华元亨的布也卖1毛2，我让他无法生存。哎呀，思雅，陈寿亭是个小人物，你不用怕。我马上订票到济南，我和他最后再谈一次。要是再谈不拢，我就让低价布
占满山东。当初我就说要这么干，你说先在济南试试，这下倒好了，咱们还得接受退货。你去通知厂里的账房，准备钱吧。我马上打电话接受退货。四雅，你到孙明祖那儿去看看，他们运来了多少？还有别人往这运吗？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，啊！还去干什么呀？让别人嘲笑咱们呀？我看还是免了吧。还是去一趟嘛。做生意要知己知彼，啊！我看呐，你还是停了济南那个模范染厂吧。那爷俩都是个废物，根本就不是陈六子的对手。还不到这一步，刚开始嘛，出一点小乱子是正常的。思雅，你放心，陈寿亭，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。掌柜的，这货到了好几天了，也不知青岛孙掌柜干得怎么样了。今天不来电报，明天肯定来。孙明祖是个内行啊，没问题。哎，金彪从东北来信了吗？我估摸着快回来了。赵家兄弟给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，我让飞虎接的电话，让他跟他们说我在家里睡觉。这哥俩挺着急啊。这样，你给他们打电话，就把咱们的招跟他们说，让他们也放心。掌柜，咱开机吗？先不着急，我得给藤井来点绝的。光咱们一家还来不了这绝的，得联合林香荣和三元。这样，你中午让他们来，就说我请他们吃饭。好。哎，等等，我得给东俊做首诗啊。哎，掌柜的，快坐，我传给他。睡觉睡不着，挺难受。在哪睡不着觉呢？哎，有了！鏊子上睡觉不好受，中午请你吃顿肉，有点意思吧？我得记下来，别忘了。哎，掌柜的，煎饼鏊子的鏊怎么写啊？问谁呢？我抽你！掌柜的，我记下来了。鏊子上睡觉不好受，中午请你吃顿肉。哎，今天中午啊，别让高师傅请客了，咱们那个离间计啊就撤了啊。哎，上海来那个师傅，老高说他人不错，这样让他留住那个李万七，出来混口饭也挺难的啊。你去吧。哎呀，老藤井，你说聪明，在你六爷面前胡闹腾，噔个里个噔个里个噔噔。待明天我施小计，管教你头疼眼发懵，里个里个噔噔里个。爸，这怨不着咱，是他藤井让卖这个价格的。货出了厂往哪里卖，咱根本管不了。他来电报说不卖大件，只卖小件。外地客商来不了，来一趟济南搭上路费，就弄那么1件布。说咱们是外行，我看他呀也内行不了哪里去。李万喜昨天算了一下，就现在咱厂里的这个产量，仅供济南和济南周围地区，根本用不着往外地卖。济南的这些布铺加上周围这块地方正好，咱占住了这块地方就是胜利。他陈六子和三元就没法在这个地方卖，这样他的货既运不到胶东去，咱还挤了他们。我看咱还是出个告示，指定些线，除此之外一概不卖。李万七是上海人，他是按人口算的，这个话他跟我说过。可是济南能跟上海比吗？济南周围全是些穷地方，有几个人能穿得起洋布，还得往外发。要不这样，
等他来了，咱们跟他说一说，恢复原价，跟陈六子一样正常竞争嘛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拉上青岛的2个厂一块儿干一块儿赔，只要他能赔得起。这回啊，我是非跟陈六子见个高低不可。别，爸，咱还是挣钱第一。你说的对，咱的价格和陈六子一样，一块儿发展吧。我看藤井也没大有劲儿啊。不行，就是恢复正常价格，也不能在这个当口上恢复。借着藤井在气头上，把那5000件布全部印了。你马上去车间，马上开工。爸，你可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就这么干。东京哥啊，飞虎跑去冲场，哎，你信不信？保证冲的是清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吃饭前就告诉他。哎呀，寿亭啊，你都40多了，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啊？东京哥，你说对了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我觉得我自己啊，才20多岁。哦。东京哥啊，你可可长时间没来了吧？哎呀，事太多，上次喝完你就没来。哎，飞虎，把茶端上来。来了。坐，东京哥。哎，好。哦，对了，你看看，冲的到底是不是清茶？掌柜的，好。掌柜的，电报，南京来的，远移来的，快点。我来。六哥，昧德子，6斤，长贺请六哥赐名，远移。哎呀，生了，远移生了，大胖儿子。好啊，刘总，这是好事啊！咱得把这把娘们组织起来，去南京贺喜。哎呀，贺喜的事暂时先放一放，他是让咱赐名。哎，东叔，赐名是不是就是让我给他起名字？没错，是这个意思。霍局长看中六哥，所以让你起名，起给他。什么胡闹嘛！人家是留学生，让我这老粗给他起名字，不行不行不行！那没事没事啊，先起着给他寄过去，用不用呢是别人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对，咱们帮六哥一起起。是，好。哎，我说啊，我这外甥跟我还真有点缘呢，6斤，跟我生下来一样沉呢。我看就叫小六子，挺好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哥经常喊你小六子，到时候孩子来了济南，我哥一叫你，这不叫乱套了吗？这不行，小六。对呀，这有犯尊伟，你不认字儿，不知道这一套，这可绝对不行。是，那倒不一定，啊，在西洋，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往往和最尊敬的人是一个名。你看，什么保罗啊、约翰，这都是圣经上的西洋神呢。我看叫小六子挺好，也挺亲切。小六子，小六子，多好。说谁呢你？不，六哥，到时候你就叫老六子。删你我！哎，东叔啊，话虽这么说，可人家还是留学生，比你那中国土大学强多了。我看呐，就叫小六子。家驹啊，你给远一回信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刚才那一段写上去。这小名叫小六子，大名叫什么？啊？远移啊，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。成语中有一句叫“冰清玉洁”，我看叫玉洁。不行，这是个女孩的名字，将军的孩子可不能叫这个名字。没错，将军的后代名字叫出来得响当当，得有劲儿，耀武扬威的。哎，六哥，叫杨威，杨威行，怎么样？这名行，我看就有点直了这名。哎，咱这么想啊，他们俩都是沈阳人，沈阳被日本人占了。有了，叫光复，光复东北大好河山呐。光复，好，这名起得好，这名字好。哎，东军哥，你刚才不要打发众娘们去南京吗？我看呐，去南京忙活月子有以下人士：东军嫂子、老三家的，还有你们家翡翠，包括我家彩青。家驹啊，一会儿你去通电众娘们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然后把礼单呈上来。好，我去通电啊！通电！去吧！你看你弄的这一套啊，怎么和黎元洪、段祺瑞一样，动不动通电下野？掌柜的，还有一份电报，刚才一乱，我给落下了。青岛孙掌柜的，念。青岛大捷，这是第一行。哎呀，老吴啊，你别大喘气好不好？念。
青岛满街是模范，大华元亨全都乱。有部继续往这儿发，保管他们全完蛋。好，正宗韩部剧安排。坐下。你这一惊一乍的啊，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我是让你闹得晕头转向。甭管他是不是正宗韩派，我觉得应该发一份给资文海这小子看看，咱们也解解气。对，我也觉得该给资文海发一份去。六弟，咱现在可以开机了吧？现在开机还不行，还不到时候。我估摸着藤井啊，该给自己想想退路了。藤井是老买卖人，虽然不懂印染，但是他懂得经商啊。只是资家这爷俩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藤井有布囤在他厂里，兴许啊，他爷俩还会跟咱来捣蛋。藤井要是联合青岛那2个厂仨厂一块压价捣乱，六哥，咱可能真顶不住啊。他真能干出这事儿来，回头啊，我给明祖发个电报，那俩厂里有他的熟人，一有动静咱就会知道的。东景哥，这事儿啊怕没用，你得想办法对付他。要是真到这一步，咱再另说。咱先对付资家这伙子。哎，六弟啊，你得出个狠招，咱得弄得他没法干。这老孟买了一回不行，再去就未必灵了。他们一定加了小心。资文海虽说是个外行，但这李万奇却是个内行。咱刚才啊，忙活吃顿肉了，没腾出嘴来，紧接着就是远移这喜事儿。哎，东俊哥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但是必须得联系林家，咱们3家一起干，我一个人呢，怕是干不了。哟，资先生，不，资董事长，林军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这么早来了？快请坐。好，买卖怎么样？我听说3元他们都快被你挤趴下了。小事一桩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林军，走着瞧吧，好戏还在后边呢。拿，这是4万7，连本带利一块给你还上。这么快啊？哎呀，过去干律师挣个千8百的就觉得是大钱，说了多少话，费了多少劲，得罪了多少人。现在看来啊，还得干实业。对，请坐，请坐。可我听说啊，你们厂里的布还赔钱呢。哎，那是对外宣扬。要是赔钱，我还干个什么劲呢？要按你这个说法，那3元赵家和那个什么陈六子，那可真是挣了大钱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是下手晚了，要是下手早了，苗汉东那点钱，他算什么呀？怪不得济南这么多染厂啊，这行啊真是挺挣钱。我多次派人上门求他们贷款，他们就是不贷。原来这行利挺大的。这行利大归利大，但不是一般的人能干得了的。光那些个机器他们就买不起。我那是亏了您的帮忙，才把这个厂建起来的，得好好的谢谢您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哎，走了。你着什么急啊？再坐一会儿，快坐，再坐一会儿。我这不抽烟啊，也忘了给你拿烟了。来，抽一个。明军，我戒了，厂里防火，我是率先垂范，不抽了。我们那个厂可是正经的厂子，哪像陈六子，像个土作坊一样，也不叫董事长，也不叫总经理，叫什么六哥，简直就是个白莲教，那像个办厂的样子吗？资先生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不仅是个好律师，干工业你照常是把好手。也是忙啊，这2天光为了挣钱，忙得我是焦头烂额。哎，明军啊，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呢？哎呀，和你那边也差不了多少，董事们意见也不合。咱本来就是私营银行，就应该和官办的不一样。老百姓凭什么到咱这儿来存款呀？那还不都是因为咱的利息高吗？这事儿啊，我给他们说过好几次了，他们就是通不过。他们说呀，利息提高了，贷款利率也就跟着上去了。可现在的情况是，有钱的他不贷，没钱的咱还不敢贷，万一贷死了，
谁帮着咱要回来呀？民军呐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你这儿的经营思路就有些不对。在西方，贷款是对企业的投资，银行是从企业的盈利中得到利益，是一种长期的合作。而中国的银行呢，看重的是利息，这可就太幼稚了。中国的银行不能叫银行，只能说是钱庄，是很初级的一种金融机构，跟清朝比没有多少进步。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，跟银行的这种经营方式很有关系。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呐！刚才听了你这番谈话，我真是受益匪浅呐。抽时间咱们一定再做一次长谈。资先生，以后我的生意你也得多多的照顾呀，啊？好说，好说。我的理想人选还是陈少廷，虽然他和我们的关系不太友好，甚至还多次欺骗过我们，但是他的商业才能是我们所需要的。社长，您要是真想让他为帝国出力，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挤得他走投无路，让他主动跟我们合作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心甘情愿地帮助我们。自文海这个人我也见过，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行，他太自私了，而且没有什么眼光，他总是把自己发财放在第一位，根本就不是能做大事的人。自文海，我早就想放弃他了，只是我投入的太多，这样罢手，未免太便宜他了。社长，我听我们派去的财务人员说，最近自文海从厂里开了一张47000块的支票，还了银行的贷款，然后又从家里拿钱补上。您说他这是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想找退路啊？他有可能是硬充面子。开业的时候我没有去，听我们的人说，参加典礼的来的全是警察、法院还有官僚，实业界人士来的很少啊。他在济南是相当的孤立。我认为模范染厂继续干下去意义不大。以目前的事态和帝国的眼光，我们应当侧重于沿海地区。济南这个地方我们不干则已，只要干就得着眼于整个山东。所以社长，我建议把青岛的2个厂一块加进来搞倾销，加重我们打击的砝码，一举冲垮山东的印染业。如果我们不能这样，干脆把模范染厂关了算了，别帮那个姓资的发财了。您说呢？三木，是，你去订车票，我把手边的事处理了之后，就去济南。哦，对了，把咱们刚才讨论决定的写一个最后通牒，发给陈寿廷，约他后天上午10点钟进行最后谈判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是。哦，对了，电报不要早发，等我到了济南以后再发，不能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，你懂吗？是。喂，接元亨染厂贾经理办公室。喂。喂，思雅吗？忙什么呢？退货呀，仓库里全堆满了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没问题，我采纳你的建议，加上大华、元亨一块儿干。你现在把2个工厂的机器全给我开开。印布，还印呢？往哪儿放？放在车站新的仓库里。印出来的布不要往东北发，等我的电报。如果我和陈寿廷谈不拢，你就把这批货发往到济南。我们占领山东市场的日子不远了。
哎呀，还是这新机器快，李万喜也真能干。从上海新来的2位技工也是一流的，只是嫌咱给的工钱没有陈六子那里高，要求加薪呢。工薪低当时就应该提出来，既然合同定了，就应该严格按照合同办事。有德要记住，不能他们提什么就答应什么，要依法办事。等合同到了期再说。哎，要是他们走了呢？那他是自找麻烦，他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了。法警马上把他们从上海抓回来，不仅要回他们挣取的钱，还要刨赔咱们的损失啊。也是，他们不会走，咱给的工钱比上海高，他回上海还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只不过他们提出来，没想到上班的时间这么长，还要加夜班。没想到的事情多着了，不加夜班能给他那么多钱吗？合同上也没有规定不能加夜班。哼，不理他们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哎，对了，爸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咱厂对面的那些旧房子被拆掉了？这才几天，又盖起了一个新式房子来。我叫人去问了，说是商贸行，明天开业。什么叫实力？这就叫实力。他为什么不跑到热闹的地方去建店，非要跑到咱们门前来？就是看好了咱们的生意红火。一来呢是想跟咱们做点生意，再者呢看到这儿的客商多，想沾上点光。藤井明天就到，正好也让他看看。哎，有的，藤井那边我看可能有变。咱们的货到了青岛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他早就应该来了。可是他只来了一封电报。有2种可能：一个他没有想出好办法来；第二，他心有退意。要是他撤了，咱可怎么办？哼，什么叫狡兔3窟？撤了更好。我早就找好了下一个合伙人，劝业银行，比他藤井强1000倍。那时候我们是一点都不懂，所以才跟藤井合作。现在用他的钱做了一阵子，咱们什么都明白了，有他没他不重要了。对，那样名声也好听，省得整天不敢说和谁合的伙。这好，劝业银行，有银行在后面撑着，比他藤井强多了。现在卖布的、卖颜料的都快把门挤破了，咱完全可以不用藤井的批布。有的，这2天你可给我盯着点啊，连夜干，把5000件布全印了。他要来运，就得付加工费或者是冲低股本，否则他一件甭想运走。这儿不是东三省，他不敢把咱们怎么着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！哪位是主事的？啊，鄙人是模范染厂的总经理。你就是姥姥不亲，舅舅不爱的自有德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？我也是听别人说才知道有你这一号啊！啊，有何指教？我问你，这门口这加快收单是什么意思？问得好！钱爷呀，吕经理，恭喜发财！大哥不在，送快小扁不成敬意，来进去。更盼望贵号日进斗金，日进斗金。谢谢钱爷。哎呀，二哥也来了。这是3元红剧的买卖。宁五爷从天津来电报，让我转告你们爷俩，得照应着点。钱爷，今日太忙，改日我把酒给您补上。不敢打扰，告辞，告辞。怎么着？刚才说什么意思？
哦，我问你，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？简单，收单就是收你客商的单。为什么？赚钱啊！你们厂里的布便宜，我们收了再卖，专往胶东卖。你这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吗？你正好把话说反了，是你们家跟我们3家作对，这才收你的单。你们厂里的客商从你们厂提出布，再加上运费，最多只赚5厘钱，我们直接5厘钱收了，你们客商连运费都省了。哎，其实对门做买卖不用那么费劲，你们印完了往这儿送，那5厘钱我让你赚了。我那可有5000件呢，你能一下子要了吗？别说是5000件，就是一下收你这样的厂3个5个不成问题。再说了，资经理，5000件的数目不小啊，你能做得了主吗？你是不是得回去问问那日本鬼子？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藤井我认识，咱不说这个。藤井昨天在青岛订的火车票，今天来济南，我全知道。盯人盯票，我干了多少年了？回去告诉你爹吧。好，好。怎么样？有点意思吧？对付这号王八蛋，就得来点瘸的。对。明天不要跟陈六子废话，就跟他干，把他挤死。挤是要挤的，但不是挤死，而是要挤得他为我所用。只要陈寿亭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我们无所谓亏损，也不会亏损。只要他的工厂和模范染厂稍微一降价，3元染厂就会受不了，接着就会投靠我们。至于林祥荣，他也会主动地撤出山东，这样我们就沿着京浦路一路南下，与我们的上海同仁会合。到那时候，整个的山东市场就是我们的了。资先生，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。わかりました？明白。你再给你六哥打个电话。不用打了，六哥说，如果他想不出主意的话，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。大哥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今天是吓得自家不敢发货了，也算胜了头一针。来，喝一口。哎呀，你说这帮娘们去了南京啊，家里像少了不少人似的。哎，你六哥不来，该把家具拉来，咱哥仨还热闹点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啊，真老了啊！家具已经去天津好几天了。哎呀，明天上午10点，藤井约六哥见最后一面。他发来那个电报我看了，那简直就是最后通牒啊！我担心，藤井如果把青岛那2个厂也混进来这么干，咱们麻烦可就大了。今天下午我看见六哥也没精神，他也是怵。要真的是那样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全完了。说1000道1万，自林子渠禁烟以来，这个国家就没赢过洋人。那日本人还不算洋人，也就是倭奴。可就着倭奴你也赢不了。北洋舰队那么多船，生生让人家给打败了。这个国家，我看也到头了。一个人再能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就算咱你六哥再加上林家，那才多大的劲儿，那能是藤井的对手吗？整天这个捐那个碎的，咱是一样也没落下。可是这国家怎么就是不出来给咱撑腰呢？这国家要是撑着，什么他妈的藤井，我早一脚把他踹出去。说起这个事儿来，我的气就往上冲。你说那报纸上整天都是剿共胜利，剿共胜利，这东三省就眼睁睁让日本人给占了。你搅的哪门子共啊？共产党我是没见过，反正共产党没把布卖到1毛2一尺，逼得咱走投无路。
可这日本鬼子就能逼得咱这样？你说，把那些钱、那些人、那些枪炮用去打日本鬼子，咱就是再多拿点钱，这心里也不憋屈呀。哎呀，这倒好，就来了个藤井，就搅得咱心神不宁。说搅的是好听，是吓得咱心神不宁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哥，你也别生气了，咱管不了那么多，听天由命吧，啊！不听天由命怎么办？你六哥现在在家里边急得还不团团转。那天苗哥我还有你六哥3个人在一块吃饭，苗哥说了，就凭咱们这些人的能力，就连外国人也能给他干趴下，能把咱的货卖到全世界去。当时我听着心里头那个敞亮啊！可这吃完饭一出来，一想着眼前这么多烂事儿，我觉得真是没劲。你说这个家驹也真是的啊！天津的事办完了，你快回来呀！这多一个人就多个心眼儿，这不急死我了吗？哎，老吴，你再给寿亭打个电话。打过了，没人接啊。哎呀，大掌柜的，你不用着急，他10点之前准到，因为藤井说好了10点到。吴叔，电报。哦，上海林家来的。哦，说的什么，大哥？老吴啊，这么着，这封电报先不让寿亭看，别泄了他的气。等他和藤井谈完之后，我再给他。这事你甭管了，除了是我单承。2位掌柜的，你们好啊。藤井先生，在济南这个地界儿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，你的兵还没打过来呢。